巴基斯坦大河连续落8礼拜是12天来上严重的水灾，中间可能要开超过3000亿的代票。海里通货膨胀悬，油价纽约几小时大起，群众街头示威，要求总理都要落台来负责。伊拉克无政府通知上大势力教苏萨煞来退出政坛，引发着济冲突，这轮国内赶紧实施宵禁。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詹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首先，就来看到这个巴基斯坦是连续8礼拜拢上大雨，这阵全国竟然有1/3的土地啊，拢浸伫咧这个水里。全国死亡人数这阵是超过1100人哦，另外有3300万人是无厝通好回去。水灾过了后，这个中间爱开真侪钱，可能超过3000亿的这个代票。巴基斯坦已经得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这个核准，甲进前暂停拨出去大约代票365亿个这个钱哦，贷款资金按算明年进前会拨到位。目前要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个国家用空运的方式赶紧送物资过去，因国内慈善团体也开始协助民众来避难。巴基斯坦12年来上严重的大水灾情，整体的统计数字量基约知影。Right now, 1/3 of Pakistan is underwater, and 33 million are affected. Many are still in place where we can't reach them. 超过3300万灾民，比台湾总人口阁加1000万人。伫较庄卡的道路、桥梁中断情况下，毋但救援单位无到到位，想要走的人嘛无到离开。伫雨卡停了后，有路无厝的人将近50万人。Metal roads have been ripped apart. 146 bridges, some built back after the great 2010 super flood, have been, they've all broken down. Not the rickety ones. We're seeing huge, steel bridges built much higher, built back better after 2010, all taken down. 外电引述的巴国政府统计显示，死亡的人数已经累计达到1136人，真有可能会阁增加。另外，农作物的损失嘛正严重，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的纺织业、加做原料的棉花田，有一半毁伫即届水灾。为了灾后重建，巴基斯坦向国际货币基金 IMF 请求，该党进前10万半户的365亿资金，已经有得到 IMF 的核准。巴基斯坦政府估计显示，灾后重建的资金需求超过新台币3042亿 ，IMF 改动的金额干365亿，巴基斯坦资金也欠真济。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过来讲到全球通货膨胀这个现象，在咧济国家引发着抗议的这个声浪。咱国的这个邦交国希利7月通货膨胀率来到29%，也爆发新一波示威，群众是行就街头，要求总理都要落台。另外，治安是直直的变歹，军人、警察拢无法度管。另外，讲到是南亚国家斯里兰卡，同款是经济变歹，出现经济危机，全国超过1/4人口连要食3顿都困难。日子有影真歹度。抗议民众伫街路小连台走路上甲警方对立，警方也以催泪加速对台双方伫街路发生冲突。海地自从去年总统莫伊斯有气死亡了后，多点有帮派争夺地盘的暴力事件，到达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亡，加上最近通膨提升29%，纽约油价提升几啊倍，互民众真艰苦，必须因利高再度加上。首都太子港街路示威，要求总理落台以示负责。qui m'a déversé la population aujourd'hui à terre. Mesdames et Ariel, à tout déjà la ça, à tout 3 groupes, nous ne pouvons pas avoir nous-mêmes. Nous mourons à genoux, nous mourons debout. 镜头转到斯里兰卡当地人民的生活更加艰苦，手捧的是厝内存的鱼煲啊、干那塞卡拉、万炭、无米汤啊煮食。因顶一摆食到肉，已经是1个月以前的代志。伫无偌久进前，连主办的工区也风头地走。Uganda nanti pulang pergi Uganda no, aku mari itu putih Uganda itu meter membagi mia mahate pada kena Bangalore dan gila kia puam tigul putih maran din milawal tino. Apa tali netti milawal letter tino milawal ni minang pem karamal karagana na gila.
斯里兰卡受到疫情疫情、油价提升、甲政府政策不当等因素的冲击，国家陷入破产危机。2200万人口中有超过1/4的民众三顿食袂饱。58岁担任扫街清洁工的伊朗佳妮，后生甲大做伙姊妹仔拢失业，为了保住家己的饭碗，就算一工只会当食一顿，也爱勉强去做工。 కాగంగా నైట్ ఇల్లు కట్టాం ఈ వడ్డీ సంబంధించిన అద్దెకి కిసిమతి అనే సీని పన్ను పొద్దు తీను అట తీని ఇది ఆయి నైట్ ఇల్లు కంటే బాగా మాట దీనికి తీయని తీసా ఇల్లు కంటే 斯里兰卡民众虽然连食饱拢成问题，也毋过更较艰苦，也要互囡仔受教育，想办法赚钱，为囡仔买高考册，因希望后一代会当借着教育早日脱离山车。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 ，APEC 纽约安全部长会议的多国共声来谴责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乌克兰即阵开始咧收复南部部分即个赫松地区。再来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为了摆脱能源危机，佮有介绍着起的即个现象，即阵参选首相的 Truss 化工要来救能源，赶紧要伫北海来欧洲游。再来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火箭即个演习出状况 ，Artemis 即个1号日本第29要登陆月球，即阵延到9月初2要来发射。上尾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伊讲到罗西亚飞机自伊朗运送无人机，即阵计划失败，就见到两国即阵意见有相对上即个现象。 继续来关心 Iraq 自去年10月国会大选以来，各派系无法度就组成联合内阁来达成共识哦。即阵呢也无新的这个政府总理或者是新的这个总统，这个甲有够歹解。势力上大这什叶派教师萨德29就宣布要退出政坛，引发到支持者冲入去巴格达这个政府大楼，并且和什叶派团体发生激烈的这个冲突，至少造成侪人死亡，共有超过300多人受伤。 看守的这总理哈特米也宣布全国来做宵禁。在伊拉克政治宗教有真深影响力的什叶派教师萨德，旗下的势力团体也伫去年10月国会选举上侪胜出，也毋过伊拒绝甲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团体协商共组政府，使得国家陷入僵局。萨德29突然推文宣布将袂阁干涉政治事务，佮关掉旗下所有所属机构。 消息指出，7月、8月两度攻占伊拉克国会议场，甚至伫门外镇压示威的萨德的支持者，情绪激动的冲击巴格达列夫内的政府大楼，佮甲竞争对手像伊朗的联名协调各国支持者甲安全部队发生武装冲突。火箭推进榴弹、长枪等重型武器全拢使用。 يا سيدي يا أبا هاشم أقدامك أو أقدامهم أو جبروتهم تحت قدميك ونحن فدا لتحت تراب قدميك يا أبا هاشم والنصر لنا 除了首都巴格达记录含伫动乱之外，抗议活动也拖到国内其他地区。纳西里耶甲希拉布的市政大楼也拢互萨德支持者弄入去。 看守总理同时也是萨德盟友的哈特米宣布全国宵禁，佮恳求有能力平息暴乱的萨德出面介入。萨德是宣布进行绝食，一直到各方停止使用武器佮暴力为止。隔壁国伊朗封锁边境，科威特是呼吁公民随离开伊拉克。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巴西伫咧10月就要举行总统大选，预备是进行头一场的电视辩论。支持度领先的前总统卢拉和寻求连任的这个波索纳罗头界正面来对决，互相攻击对方的这个欠点。上新民调显示讲，两个人的这个距离已经缩到8趴左右哦。不过，两名女性的这个候选人表现嘛，使人印象真深。外界嘛评估讲，未来1个月这个选情有可能会有变化。 离巴西总统大选剩1个月尔，6个候选人头一届伫辩论会顶悬竞争，要争取国党内工党候选人卢拉。一方面批评波索纳罗，甲巴西毁掉，各地强调伊过去互人民离开山车的政绩。O país que eu deixei é país que o povo tem saudade. É o país do emprego. É o país em que o povo tinha o direito de viver dignamente, de cabeça erguida nesse país. E esse país vai voltar. 现任的总统波索纳罗。 是一直讲卢拉因为食钱封官的歹代，批评伊任内领导的是巴西历史上上届腐败政府。Corrupção houve.
Ô, presidente Lula, o senhor quer voltar ao poder para quê? Para continuar fazendo a mesma coisa na Petrobras? 除了罗拉甲波索纳洛，因的竞争激烈，也让两个女性候选人的表现，嘛是乌干仔在导游。Pela primeira vez, nós vamos ter candidatos falando frente a frente sobre quais são as suas soluções para os problemas reais do Brasil. Aqui não cabe fake news, aqui não cabe inverdades, aqui não cabe mentira, é olho no olho. 代表中间派民主运动党参选的泰贝德，一个到会场，就口说波索纳洛反民主，制造假新闻。伊伫辩论的过程当中，独立批评波索纳洛讨厌女性，而且嘛共款有食钱的问题，甲罗拉共款是真害。一个收集网络资料做的民调显示，目前罗拉的支持度是46.6%，敢若比波索纳洛的38.3%，悬8.3个百分点，两个人的差距搁一界缩小。即摆选情是哪来哪竞争？若是第一轮的选举无人过半，10月30就会进行第二轮的投票，啥物人会选赢，也是充满变数。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乌克兰呢，即阵抑阁受战争来拖磨，不是个全国将近600名这个学生囡仔，即阵爱伫咧战火内底哦，登去到学校开学来读册，当地也四界咧起这个防空壕，另外几千栋受到战争损伤的建筑物，也着要好好来整理。未来开学，学生会当选到学校来上课，嘛通伫线顶来上。校舍墙壁顶四界拢是爆弹的碎片，外口的光线断去，新的窗仔门打安好势。乌克兰过去半年因为战事损伤甲介严重，不过囡仔受教权是袂当等的。І яка буде форма обучення, це мені взагалі розбомбили повністю. 为着要互家长甲学童会当安心，这间学校当咧打造避难厝。Приміщення, яке пристосоване до укриття. Це приблизно на 300 діток. Стоп, 300 діток, а у вас в школі? Тому зараз вирішується питання, як ми будемо працювати в якій системі, на ту кількість, яка буде спроможна захистити дітей. 当局赶紧要互囡仔会当转去上课，有部分原因是为着要互妇女会当重返工作单位。只是乌克兰对幼稚园到大学差不多有26000外大教育机构，不过会当确保安全的，还阁无到一半。Готовність 41% шкіл підтверджена з точки зору наявності. 这个是最近这几个月来扩充400%才有的状况。未来几礼拜会当完成更较侪防空的设备，只不过伫咧前线的教育设施是有较歹完成。亲像最近俄军因并说咧攻击乌南尼古拉耶夫，当地敢若有16%的学校有防空洞。根据乌克兰官方的统计，俄乌战事开战到今，有外面2300大的教育机构遭受炮击，其中有286间完全毁损去。联合国的资料显示，因为战火有超过350个儿童死亡，586个受伤，实际数目有可能会比这更较悬。公司新闻黄文英编译。同款看到乌克兰哦，这个南部一座城市，伫咧过去半冬以来，逐工嘛是拢是被俄西亚军队来攻击，但是当地咧就会剧团的负责人最近甲一间咱讲地下避难所重新来装潢，改做是小型的地下剧院，并且一礼拜有3天来做戏出的这个表演，和这个地下剧院嘛，真做是当地民众心灵的避难所。伫这间无介大间的房间内，2位查某演员当伫化妆、创头毛，准备念咪就要上台表演。同一个时间，有人带几个观众行楼梯落去地下室。原来这就是乌克兰城市尼古拉耶夫最近才拄装潢好势的地下戏院。这个所在本来是予民众伫美空袭的地下避难所。尼古拉耶夫当地一个剧团的负责人，开2个月的时间，将这个避难所重新装潢改造戏院。虽然一间细细间仔，敢若有35个座位，设备嘛真简单，但是这已经是自从今年2月俄西亚攻打乌克兰以来，伫尼古拉耶夫这个城市头一摆的戏剧表演。Але ми повинні зробити в місті Миколаєві така театральна брама, щоб підтримати, наблизити перемогу. 尼古拉耶夫因为是乌克兰南部真重要的城市，所以战争爆发了后，差不多逐天拢遭受俄西亚军队的炮火攻击。剧团内面的10部演员，大部分拢去参加军队，其他的演员嘛真侪拢走去别个城市，也是国外。各留点遮的演员其实剩无几个。
但是对因来讲，会当搁徛起伫舞台顶，透過藝術表演來鼓勵民眾，是一件真有意義嘅代志。Розуміння, що тут чоловік захищає Миколаїв, він військовий, що тут є творча робота, арт-волонтерством, я тут потрібна у Миколаєві. 另外一方面，對民眾來講，佇逐工互炮火攻擊嘅生活中，有一個所在會當互因小可喘氣、放鬆心情，嘛是真大嘅安慰。Бомблять іменно театр, це він дає іменно таку яскраву усмішку, тобто надихає. 雖然即馬即個地下戲院所在真下，但是因拍算一禮拜要表演3天，一天表演2場，就算佫較困難，因嘛會繼續堅持落去。記者感恩恁朋友。日本真出名的钱湯，也就是公共疫情啊。最近幾檔因為人客減少，營運成本變懸哦，佮找無人來接，一間一間收。部分業者咧就拍拼，互錢湯來轉型，全面改造。除了浸溫泉，佮通啉到米酒，希望吸引更較儕少年人踏入去公共疫情啊，延續日本這個特殊的傳統文化。原來洗原來滷，再過去有燒水的浴池，好好放輕鬆一下。去公共浴池洗分數，對日本民眾來講是真熟悉。不過最近這幾年，這款的場景是愈來愈少啊。There are now very few bathhouses left in central Tokyo. 英國日本民眾因為厝內無浴缸啊，慣勢去公共浴池洗分數。不過浴缸啊普及了後，去浴池的人嘛減少，人客少，生理歹，下一代都無想要退手，愈來愈濟浴池就安尼收起來。1960年代時陣。日本差不多有18000外間公共浴池，即馬敢若剩1800外間。看到珍貴的浴池文化豆豆咧消失，已經住佇日本10年的美國人霍爾頓，甲因同事設立非營利組織錢湯甲鄰里，申請世界古蹟基金會捐款，協助業者甲浴池過翻過。佇東京這間稻荷湯就是其中一間。Bathhouses or public baths are places within the neighborhood where really everybody comes together to share a common space from 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to students and working people, and then also a lot of elderly people, many of whom might live alone and be prone to isolation. So it's really, I think, a crucial sort of hub for maintaining cohesive communities. 不過反過了後，還有其他的問題。稻荷湯的頭家就講，因為羅西亞甲烏克蘭的戰爭，地處天然氣起價，今年浴場能源的支出是比去年加50%。希望翻新了後，會當省少年人客來增加收入。另外一間嘛，佇東京的金春湯是進行大改造，因伫休困的所在提供美祿，用曲盤放送歌曲，改變浴場敢若有老大人會去消費的印象。イメージなんかでも確かに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が多いイメージ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でもこういうおしゃれなところとか最近の銭湯ってあんまそのイメージなくて、結構若い人が多いから一人でも行きやすいし友達とでも行きやすい。金春湯現任的經營者是今年36歲嘅歐文良，伊利用數據分析人客消費的時間，調整經營的模式，替老牌子的浴池增加流行的元素。在傳統甲現代結合之下，拍拼甲浴池的文化傳承落去。公司新聞，徐婉玲編譯。體壇的大消息，要來看到美國女子網球大傳奇，這是23組 Grand Slam 大滿貫單打冠軍 Serena Williams 伊最近講有暗算要退休的這部分啊，面對可能是生涯上尾一屆 Grand Slam 大滿貫的這比賽 ，Serena Williams 延續在美國網球公開賽唔捌輸過這個氣勢，而到頭輪比賽兩盤交替，成功晉級後一輪這比賽，這陣對比賽後退休的態度 ，Serena Williams 講較保守咯。配蒙特內哥羅來對手科維尼奇回球掛網，比賽結束，小威以6-3，甲另外一場6-3連贏2場的成績，拍入美國網球第2輪的比賽。對8月初有意思要退休，比賽了後，這個有23個大滿貫單打冠軍的得主，態度所出現轉變。For the word evolution, because I feel like I'm at a stage of my life where I'm not necessarily retiring, I'm just evolving from tennis. Yeah, I've been pretty vague about it, right? Yeah. I'm gonna stay vague because you never know. 小威29穿一套袂输是烏色禮服的戰袍入場，受到2萬外球迷的歡迎。在29比賽進前，要長期排世界第1的小威，目前排名已經變到605名，這嘛，予伊在8月初講，伊當佇退休的邊緣，而且嘛暗示今年的美國網球會是伊上尾一屆的比賽，所以29在比賽進前，這球迷一直去紐約亞瑟艾許中央球場。9月26，伊就要滿41歲。1995年轉戰拍職業網球，伊的第1個大滿貫就是1999年的美國網球公開賽。
高达摕到23个大满贯单打冠军。也来伊一路行来奋斗的过程，嘛鼓励真侪美国飞裔女性。伊的成就是超越批火色水，也有性别的肯定。 She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future of tennis for black and brown girls and every little girl to say, I can do this. You can come from any background, and you can, with the right drive and ambition and training, you can make it. For sure, she is definitely, she's the Michael Jordan of tennis, I think. 二九的胜利是增加小威的信心。不过要约平澳洲传奇女将寇特的24个大满贯的冠军，难度是真悬。 小威刷落来会对阵爱沙尼亚，待会第二争至康塔维特，卖甲伊阿姊佫一届合作参加双打外卡赛。公司新闻景观强编译。社会百样人要来到巴西尔 Amazon 树林内底看一名查甫人，伊是当地原住民部落上尾一个人，离开认定生活差不多26冬之久哦。媒体拢甲伊号做是动人，因为伊家己哦。 去的这个细间厝内底，伊伫遐挖空，可能是为着要掠动物啦，来顾伊的巴肚，也可能是通互伊家己来美起来。最近呢，伊被发现伫咧吊床面顶来过身，身躯顶佫嵌色水真青树的羽毛，亲像对死亡已经有所准备。专家嘛咧推估讲，伊的年岁差不多是60岁左右。画面中的查甫人只伫腰垫一块布。 举布头来扑心灵的树啊！伊是亚马逊河南中一名神秘的原住民，因为孤单一个人佫神秘，无名无姓，加上大部分时间拢秘伫家己屋的饭行内，所以互叫做洞穴原住民。这名查甫人最近互发现死伫吊床顶，因为伊的身边藏色彩艳丽的羽毛。专家认为伊已经为死亡做好准备，也估计这位洞穴原住民大约60岁。 这名神秘佮孤单的原住民，数十年来经过土地风袭击、朋友佮家人风杀害，造成伊无法度相信外来族群，拒绝佮外界建立联系。根据研究机构观察，目前大约只存107个孤立的原住民群体，也生活伫亚马逊河南内，外界对因的人数、语言佮文化，会当讲拢唔知影。公司新闻地伟人编译。 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的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明，马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